我们为了这次的那个2010的那个客家亲子博览会，我们设计的那种客制的那种游戏，那这个游戏就可以教育我们的小孩子啊那个称谓。2010台北县客家亲子博览会，趣味童玩、怀旧农家、客语闯关游戏、优质艺文表演。有希望，梦想就会伟大。把青春挥洒太阳下，有啥物困难做伙来打拼。风雨较大嘛不惊，嘛不惊，有梦想。就追追追，相信自己就会有奇迹，坚定信心向前行，要摕金牌第一名。有梦想就追追追，勇敢的人自信的飞，人要做天公伯在看，永远拢爱认真打拼，向前行。有梦想就追追追，相信自己就会有奇迹，坚定信心向前行，要摕金牌第一名。有梦想就追追追。